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11，旧历的7月24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这个苗栗有一个妈妈真糊涂，暗时带2个囡仔出门去倒粪扫，要回去的时阵才牵一个囡仔，另外一个2岁后生闹狗去，就安尼一个2岁幼囡仔，家己一个人伫咧外口安尼撞，安尼乱扫。好你家在拄着好心的乡亲，甲带去里长遐，里长来报警，警察就沿路来放送，要来找囡仔的爸母。这个爸爸来听到，发现讲，后生无转来，赶紧去甲后生甲领转来。上界喊过的是，这个糊涂的妈妈自头到尾拢无发现讲，这个后生无去路。一个2岁囡仔无穿鞋啊，一个人伫大路边咧行来行去，这个过路人惊讲摇车弄到，赶紧甲抱起来送去里长因兜。这过大人甲围调咧，唔知讲这个囡仔是啥物人个？这个囡仔一直哭，嘛唔济伊啊，佫想要冲队超了出去。这个囡仔一直哭，里长无法度，只好报警。请问各位乡亲，家里有没有2岁孩童现在没在家里的？阮硬驶顺着车伫街头巷尾咧放送，找囡仔老爸老母10分钟后，因老爸听到放送，赶紧走去里长因兜，将囡仔抱起来讲，这是因后生啦。他的太太原本带2个孩童去倒垃圾，结果只有1个孩童回到家，对，所以他才惊觉到可能是他的孩子。原来是囡仔对老母出门拼粪扫，因老母一摆带2个囡仔，结果粪扫一个倒刷，转去的时敢若带一个转去尔。佢雖然都當不行講下啦，行下來嗰度無梯然停，就社會係馬婆，係就佢就低冇會就睇呢度。囡仔老母無用照顧細漢的，未記大漢的，這個囡仔有夠着急，佇車路邊咧走來走去，加在好心的過路人有發現，趕緊甲帶去里長因兜，無發生意外。